根据主计总处的公布数字，专科毕业的出业生出社会了后，一年的收入中位数是569400，是阁是扮演过读大学毕业的学生出社会一年应该拿赚53万9，平均来讲，专科毕业生的收入，即马已经连续14年拢赢过大学生。本身有学着技术，敢有比大学的学历较好哩？为主计总处的调查资料，去年各学历的薪资状况，专科生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，搁再超过大学。我本来也想去一些什么中文系什么，但是就会有人跟我说，那个没有什么未来，因为护理科毕业之后，然后考到证照就可以直接上班了，就也不用再找一些其他的。那照教育程度来分，有研究所以上学历的民众，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是89.71万，是所有教育程度薪水上悬的。专科生的薪资中位数是56.94万，连续14年超过大学。大学薪水中位数敢若53万9，一年增加0.43%。技职体系基本上他们在学校学的还是个技术，不像普通大学可能学的是个知识。技职体系毕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有实习的经验，而他们可能就会选择留在那是原实习单位。学者讲，未来学生囡仔选择科系，关系毕业了后薪资成长多少。人的专家是讲，理工科甲文组科的学生毕业了后薪水有增差。特别在这种 AI 风潮的浪潮兴起之下，可能外销导向科技的这种制造业的薪资会高于服务产业。那这种理工组毕业生的薪资优势还是就会明显高于文组学生。有学者建议，学生囡仔想要避免加薪，强行爱改变用兴趣找头路，爱改变用工作培养兴趣。来做是读论书铁的大学生，伫学校会当跨领域学习，增加毕业了后的就业竞争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